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Dubai Money Rain Channel。今日嚟分享一則比較有趣的事情。在杜拜一共有370萬人口，這個總人口當中超過50%係嚟自於同一個國籍嘅。咁大家估下係邊一個國籍呢？個答案係印度，超過50%人口係嚟自於印度㗎，因為畢竟在杜拜許多嘅工作崗位都需要印度人員去完成嘅。第一係低成本啦，而第二值得一讚嘅係印度人嘅工作精神不勞不屈，非常之堅毅嘅，所以在杜拜許多工作崗位啦，亦需要印度人員去作完成。除此之外，今年杜拜政府亦宣布話不會續約所有巴基斯坦人員的工作准證嘅，除咗5個領域之外，這一些不會持續續約嘅巴基斯坦人員的工作崗位呢，係需要某一些國籍的人去填補嘅。首屈一指嘅大部分的企業相信亦會選擇印度人員去作呢一個替選嘅。我哋能夠預計話，在未來3至5年之間呢，在杜拜的印度移民華人口會持續性的上升嘅。個比例可能會超過60%或70%之多嘅。相信這個嘅情況其實在全世界許多的國家及城市啦，經已在發生當中。例如有倫敦、紐約、加拿大、Melbourne 等等城市及國家嘅。不知道你現在居住的國家是否有許多呢一些外國國籍的工作人員呢？歡迎在這個視頻以下留言共分享嘅。